主投入年，寿山人夫吃东洋菜，三个分工年，牛大厂单着，可爱个样子。5个钟头反向开场，风吹里落雨湿滴答，等到开场，清水不起哒哒滴。有种人讲着，关你屁事啊！谁说手机发出来后日，东洋菜我非牛大厂不吃。搿么蛮喊，你多讲你多个难嘛，我去喊我个洋嘛。南门地铁站北岸出可以，穿过马路属于新丁记。吃一只鸡谁送牛大厂东洋粥？那个粥也正宗个家。我们这个酒是先尝后买。哦，单子牛大厂，好出气噻！带我来一只白斩鸡。给你送一瓶东酿酒。哎呦，那个皮冻我看见在啊，你快点拆吧。哎呦，我要搞点香菜嘞。周水一只鸡，右手一瓶粥，东主一吃的两样物事侪现着。还有锅贴、海菜、肉丝面。1998年开打现代站，香海吃。人均30块，可以吃单好龙可以。鸡汤烂排粥，海肉青菜蛋菜饭，热气腾腾的好粉丝叶龙。天子落索3天，也是发财来电啊！没办法，退休工资3700，岁数难得减少，还不能忘记3时还提了进口档。